咧创新悬，今仔日是来到2386例。为着要来维持着医疗的量能，指挥中心来宣布，一礼拜内全台湾各县市全面来启动着轻症居家照护，也就是讲，打来若是确诊是轻症，拢踮伫家己的厝内底隔离，唔免去病院。但是指挥官陈时中一句讲，请民众自主应变。 这是互民众真抓狂，讲请问政府，即摆是毋是拢毋免来协助民众咯？但是中早起伫立法院来回应，伊来强调讲，这个自主应变已经讲真久啊。另外，这个台北市为今仔日开始推行着居家照护，成立关怀中心，提供关怀包，嘛会帮忙清运粪扫。 着轻症免送病院，指挥中心下令一礼拜内全台湾启动轻症居家照护，北市嘛来宣布今仔日随启动。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、经济不舒服的地方，就直接打119，好不好？北市成立居家关怀中心，针对伫咧厝内确诊者和隔离的人，随时知影民众的情形和需求。不过居家照护爱安怎做，民众敢若拢听无。 他讲什么，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！因为全部都不会用这些东西嘛，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吃东西也要上网去。莫讲是大人三无长，少年仔嘛共款听个无啥啥。就不懂照护是要居家照护是要做什么？是政府会提供什么包，然后让我们在家。 然后自己，比如说药物让自己去吃吗？还是怎样？因为关伫咧厝内三顿生活，拢爱有人斗传。北市嘛推出防疫的关怀包，若是确诊伫咧厝内得收到，内底有淡散四小啊、喙暗专用粪扫袋啊、快台剂、豆针，佮有关怀中心联络电话和医疗说明。另外，关怀中心嘛有提供照顾宝贝动物的需求和心理咨询。上重要的清粪扫，民众用专用的粪扫袋啊包好势，会有专人主动联络斗相共清运，就和买生活物资，卖当叫人送过来。不过确诊的人数哪来哪济，个人确诊了后也未收到卫生单位的通知。通知上面略有延误的，那请大家也就在这自主应变里。自主应变，互网友听个争气。至于敢讲任何代志，拢爱靠自己。自主应变，我们就已经讲很久了。那已经是确诊者还没有得到这个隔离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书的时候，那你可能就是自己好先要注意起来。那家人的密切接触者也要注意。疫情升温实在太过头紧，相关配套流程，同款还有真济所在，还有执行，还搁加油咧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